Welcome and welcome back 紙牌塔頻道。今日嘅主題係 love 牌，我已經抽好㗎啦。咁我會感覺到今日嘅總能量係你好珍惜呢段感情，而同時間我亦都會感覺到係呢段感情係twin flame 嘅能量，雙生火焰。OK。所以現階段喺你內在嘅能量，我會睇到你希望呢段關係能夠成功啦，而你亦都希望對方能夠睇到你對佢嘅愛，但係同時間你會感覺到係有嗰種可能，就算你哋日日見面都好，但係你哋個心好遠。OK，而現階段對於你嚟講，我亦都會感覺到係你有嗰種迷惘喺度啊，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就算你哋嘅距離幾近都好，但係你個心仍然好遠。所以現階段你係希望能夠對方明白你嘅愛，但係喺我過往嘅影片入邊就係 twin flame 係咩意思咧？即係雙生火焰係乜嘢意思咧？其實就係我意思係同 soulmate 唔同嘅地方就係 twin flame 係。當一個靈魂落嚟，應該咁講係一個靈魂分開咗一半，去嚟到我哋呢個維度嘅地球。OK，呢個就係 twin flame，而 soulmate 就係兩個靈魂係 connect 嘅，但係 twin flame 就係一個靈魂分開咗兩半。OK，所以我會感覺到可能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就係你無名中你係唔知點解你係好執着於呢個人，可能你哋一見面嘅時候會有好多嘅嗌交啊、爭拗啊，你睇我唔順眼啊等等呢啲嘅情況出現，但係無時無刻你都記掛住呢個人，所以就係點解喺你內在嘅能量，你會感覺到就算你哋可能成日見面都好，但係你哋個心仍然好遠，你希望對方能夠接受你。當然我會感覺到你係好重視呢個人，你亦都希望對方睇到你對方嘅愛，但係同時間就係你會感覺到係點解好似成日都唔能夠點樣形容咧？大家可能因為我會感覺到可能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你會覺得唔知點解一見面就好似火星撞地球一樣。OK，所以現階段你最需要去做或者克服嘅就係好好去療愈自己，學到咩叫fulfill，去滿足你自己內在嘅 Ace of Cup 啦。而同時間，我會感覺到就係你需要進取啲。我會感覺到所謂進取啲嘅原因或者個能量喺度就係你需要係主動去行出嗰步嘅人 collective。而另一方面就係好多時候我都講，譬如不論係唔係 twin flame 都好，就喺每一段感情入邊，其實你哋雙方都要各自去滿足自己內在嘅 Ace of Cup，你哋先至有多元愛嘅能量去滿足你哋之間嘅 Ace of Cup。因為如果兩個一個 overgive 一個 overtake，而呢段關係入邊只會係某一方會俾人抽乾咗，而當你又唔識點樣去再次去注滿你自己內在嘅 Ace of Cup 嘅時候，呢段關係係遲早會有啲問題會出現。所以就係點解 collective 你現階段如果你真係珍惜呢段關係，而亦都係 twin flame 嘅時候，係更加講求你同埋對方學到點樣去療愈自己，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 twin flame 因為係一個靈魂分開咗兩個，所以就係你嘅缺點對方都有，你嘅優點當然對方都有。如果你係一個好硬頸嘅人，對方可能會比你更硬頸。所以就係點解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你會感覺到就係真實嘅距離好似好近，但係心好遠。因為可能就係當你係一個好固執嘅人嘅時候，可能對方同樣地係一個固執嘅人，大家都唔願意去低頭，大家都唔願意好好去修補呢一段關係，唔願意去學到點樣去磨合。所以其實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我點解會有感覺到嗰個進取啲嘅能量喺度嘅時候，就係你係首先要學到點樣去療愈自己，去了解一段關係，究竟對方喺你心目中係啲乜嘢？當然 twin flame，OK，又或者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你都唔知點解，就算你哋日日見面嗌交，次次見面都係嗌交嘅時候，呢個人就硬係喺你心入邊係你忘卻唔到。
所以今日 Divine 俾 Collective 你嘅建議就係、放開啲咯，同時間我會感覺到所謂放開啲嘅原因就係你現階段嘅你係需要專注學到點樣去療愈自己。所謂療愈自己，可能係如果你係一個 overgive 嘅人，或者一個 overtake 嘅人嘅時候，喺療愈呢個方向嚟講，就係會唔會係因為你原生家庭嘅問題，或者你一啲嘅成長嘅童年陰影，令到你可能變成一個 overgive 嘅人，或者一個 overtake 嘅人。OK， 而另一方面就係、如果你真係希望呢段關係能夠成功，能夠真係長遠走落去嘅時候，因為我會感覺到你係有愛嘅能量喺度，但係就係因為你哋當中好多時候會產生好多嘅爭拗喺度，慢慢可能磨蝕咗一啲你對對方嘅愛，又或者可能去到某一刻嘅時候，你會覺得就係點解你哋兩個之間永遠咁多問題存在，好似永遠都解決唔到。所以就係 Divine 希望 Collective 你能夠明白到，學懂點樣去療愈自己，輕鬆咁樣去面對呢一段關係，或者放開啲去面對你哋兩個之間遇到嘅一啲困難或者障礙。因為我會感覺到就係 Divine 希望你能夠明白到你嘅能量係好寶貴，究竟你將你嘅能量去投放喺邊一方面？而 Divine 希望現階段嘅你係投放喺自己療愈啊，學到點樣去愛自己呢個方向先。因為就係、如果你學唔到點樣去愛自己嘅時候，不論係唔係 Twin Flame 都好，如果你學唔到點樣去愛自己嘅時候，你永遠都學唔到點樣去愛一個人。當然一對 Twin Flame 能夠走埋一齊，係比任何嘅一段關係係更加難。唔係話當然一對 Twin Flame 能夠走埋一齊係一件好美滿嘅事情，但係同時間就係呢段關係係亦都會存在得更加多嘅困難同埋障礙。因為你哋兩個太相似，就係當你面對對方嘅時候，就好似照鏡一樣。所以就如果你唔療愈自己，而可能往往就係你唔願意妥協啦，唔願意去同對方去磨合啦，唔願意去我唔會講係屈就，因為每一段關係都唔應該去屈就自己去成就呢一段關係。但係Twin Flame 能夠真正走埋一齊並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因為亦都有好多例子就係你明知對方係 Twin Flame， 但係如果你哋雙方學唔到點樣去療愈自己嘅時候，最終可能其實都會各走各路。所以Collective， 我會睇到你現階段你內在嘅能量，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距離好近，但係個心好遠。因為我都會睇到就係應該咁講啦，就係不論你哋兩個之間有幾多個爭拗都好，但係喺你內心深處或者喺你嘅潛意識入邊，你覺得永遠你放唔低呢個人，因為呢個人，我會咁樣形容啊，對方嘅能量係植根住喺你嘅內心深處或者喺個靈魂深處嗰度，所以就算你係OK，就算你係想放棄呢段感情都好，但係呢個人永遠都會喺你嘅內心深處嘅某一個地方入邊，因為對方都係你嘅靈魂嘅一部分，因為佢有你一半啊嘛。所以我會感覺到，其實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就係你哋之間曾經發生過好多嘅事情啦，亦都有好多嘅傷心嘅時候啦。
而同時間就喺你內在嘅能量入邊就係、當然我會感覺到你希望呢段關係能夠成功嘅，你希望對方能夠接受你，又或者叫做你哋真係能夠真真正正咁走埋一齊。我會感覺到，如果現階段嘅你內在係有咁嘅能量嘅時候，其實你都感覺到對方係對你有愛意，但係因為你哋雙方都唔願意低頭，唔願意去學到點樣去磨合，因為對於你嚟講就係 Twin Flame 嘅能量啦。OK， 而你亦都知道就係喺某一啲嘅地方，可能對於你嚟講就係你會感覺到，當你哋相處嘅時候，就算你哋兩個之間有幾多嘅爭拗啊，幾多嘅，我會感覺到係你覺得對方難搞，人哋即係對方都覺得你難搞，因為你可能對於你哋兩個嚟講，對方都係一個好硬頸嘅人，係唔願意低頭嘅人。但係同時間，你亦都感覺到對方係你一個想要嘅人，所以就係點解 Twin Flame 就有呢個奇怪之處喺度，即係你會感覺到你可能日日見到都嗌交，每次見面講唔夠幾句就係大家睇對方唔順眼，但係有時有啲情況就係咁，或者 Twin Flame 就係咁樣，所以就係點解我正如我一開始嘅時候所講，就係點解係現階段你最需要做嘅就係好好學點樣去療癒自己，呢樣嘢係比任何嘢更加重要，因為喺你內在嘅能量，我亦都會感覺到係，或者咁講喺你嘅內心深處，你希望你值得企喺對方身邊。而同樣地，你亦都希望對方值得企喺你身邊，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你嘅缺點，對方會有。而點解可能喺某一個角度上，可能其實你哋雙方都有個咁樣嘅諗法，就係你覺得佢唔掂，佢又覺得你唔掂，所以某程度上就係你哋係一個好鍾意俾意見對方嘅人。因為你希望對方，你哋互相都希望對方能夠成為一個更好嘅人，所以就係點解喺你內在嘅能量入邊，就係有嗰種你希望成為對方，即係你哋互相都希望對方成為一個值得企喺你哋隔離嘅人。突然間我諗到係咪打者愛也嘅能量喺度，所以我會感覺到喺呢個過程入邊嘅時候，你哋係互相傷害啦，因為係你哋雙方都希望對方能夠成為一個更好嘅人嘅時候，往往就可能會講好多傷害到對方嘅説話而不自知啦。久而久之之下，就係點解會形成你哋每一次見面嘅時候都會嗌交啊？點解都會睇對方唔順眼啊？因為喺你哋各自嘅內心深處，你哋都希望對方能夠成為更好嘅人。而某程度上，我會感覺到係對於你哋雙方嚟講係其中一個目標，令到對方成為一個更好嘅人。但可能就係因為一啲咁嘅原因，會令到你哋雙方就每一次見面嘅時候都嗌交收場嘅原因，因為你哋各自都唔願意低頭嘛，各自都唔願意去磨合啊嘛。所以現階段collective， 我會感覺到有其中一樣嘢你最需要做嘅就係你要學懂點樣去療癒自己啦，去滿足自己內在嘅 Ace of Cup 啦。而喺呢個過程入邊，其實你要諗下就係你點樣表達你係愛呢個人，而唔係你次次見親呢個人嘅時候，你挑人哋嘅毛病。同時間我亦都會感覺到就係你要學懂點樣表達你自己內心最真實嘅感受。因為唔單止可能 collective 嚟嘅時候，其實好多人都會，當你對住一個你自己真係好愛好鍾意嘅人嘅時候，往往你講出嘅説話都係講反話。而同時間就係因為每一個人嘅嗰張臉嘅問題、面子嘅問題，
往往可能對方指出你嘅不是嘅時候，你唔願意承認啦，繼而之後你會諗好多講好多嘅説話去否定啦，否定對方話你嘅嘢，而就係點解你哋會引發咁多嘅爭拗嘅原因，可能亦都係因為咁樣。而對方同樣地亦都係一個咁嘅人嘅時候，咁就大件事啦。所以就係點解我一開始嘅時候所講就係Twin Flame 要真係能夠喺埋一齊嘅時候，並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因為當你哋兩個人相處嘅時候，即係照鏡一樣。而當你哋雙方都唔明白呢個道理嘅時候，又或者叫做係其實可能喺 collective 你自己內心入邊，你都知道可能你有咩缺點啊，你有啲咩不足嘅地方，但係當對方講出你嘅不足地方嘅時候，你又礙於面子尊嚴嘅問題，你會講好多説話去否定啦，繼而之後就會產生更加多嘅爭拗咯。同樣地，對方可能都有呢一方面咁嘅問題，就係所以點解collective 佢最需要做嘅就係好好去療癒自己原因，同時間就係要學懂點樣去同對方溝通，講出自己內心最真實嗰句説話。真係咩意思咧？如果你真係感覺到有啲地方你真係做得唔夠好或者不足嘅時候，對方話你嘅時候，你承認咯。係你會嗰刻可能你會好唔舒服，但係你愛呢個人啊嘛，同樣地可能對方都愛你。咁如果你真係想呢段關係能夠走落去嘅時候，呢個亦都係你哋需要磨合嘅地方。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你需要主動出擊嘅原因，就係你要行出嗰步去改變自己先，去點樣去療癒自己先。唔好有時真係為咗面子嘅問題而應該咁講咯，唔好為咗長交而講出一啲真係會傷害到對方嘅説話，係咪真係值得？就算你係唔係 Twin Flame 都好，喺每一段感情、每一段關係入邊，好多時候往往大家就係唔願意放下面子呢一個問題，唔願意承認自己有啲咩做得不足嘅問題。當然係真正嘅不足，唔係因為對方嘅一啲吹毛求疵嘅地方。所以collective 主動行出呢一步先咯，因為我會感覺到就係你需要放下一啲你固有嘅一啲嘅思維啦，因為當你學懂點樣去療癒自己嘅時候，你會明白到如果對於你嚟講，你係感覺到你好多時候你會缺乏安全感嘅時候，你要去療癒呢一方面，而唔係永遠喺對方索取，因為只要對方有一刻俾唔到安全感你嘅時候，呢個亦都係你哋爭拗嘅點。當然唔係話一次半次嘅佢滿足唔到你嘅安全感啊，而係可能長時間之下，你又唔學懂點樣去療癒自己，去你自己俾到你自己安全感嘅時候，而你無時無刻都係想喺對方身上面獲得安全感嘅時候，呢一個終會引發一個更加多嘅問題。所以你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你最需要行出嗰一步嘅就係你要放下你舊有嘅傷痕、舊有嘅傷口，可能係你啲舊有嘅傷痕係嚟自你過往嘅感情好，或者係你嘅原生家庭嘅問題都好，你要學懂點樣去放下，你先至能夠更加知道你再次點樣去面對呢一段感情。因為現階段我會睇到呢段感情對於你嚟講係唔知點解地係咁深刻嘅，就算你哋有更加多嘅爭拗都好。而另一方面就係，因為我會感覺到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就係，你都好想去行出嗰步，你都希望能夠喺呢段關係裏邊能夠改變自己。因為我會感覺到就係，可能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就係點解當然撇除係唔係 Twin Flame 呢個原因都好。可能喺某一刻，當對方講出你嘅不是、講出你嘅不足嘅時候，其實喺你內心深處，你係知道呢個係你做得唔好嘅地方。但礙於面子嘅問題，你有個口裏邊，你又唔願意承認。所以我會感覺到 collective 可能對於你嚟講，你現階段你最需要克服嘅係呢一個點。當然係唔好受嘅，但係如果既然你覺得
當對方指出你嘅不足之處，你覺得唔好受嘅時候，咁不如你自己主動啲去作出改變咯。因為好多時候，當對方可能指出你不足之處嘅時候，可能你懶，或者係你唔夠細心。呢啲不論係唔係喺存在喺一段關係或者感情裏邊都好，可能當 collective 你願意作出一個咁嘅改變嘅時候，你得到你能夠去改善嘅，唔單止係一段感情關係，可能係包括你生活上係能夠改善到你嘅生活咯。OK，而另一方面就係學懂點樣去磨合啦，同對方。學懂點樣去同對方去溝通，我會感覺到係最重要。而就係、因為 collective 你經歷過好多，不論係咪呢段感情都好，又或者你同對方之間你哋都經歷過好多嘅事情，所以其實就係、當你願意學懂點樣去磨合嘅時候，你呢段關係先至能夠向住一個新嘅方向發展，而唔係永遠當你哋每一次一見面嘅時候都係嗌交收場，又或者係大家互相唔俾面地係為咗就係個面子同尊嚴。當然面子可能係好重要嘅，個尊嚴係好重要嘅。正如我過往我都講，互相尊重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如果因為面子，因為個尊嚴而你哋雙方都講一啲説話係唔尊重對方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唔容許㗎咯。所以就係學懂點樣去同對方磨合咯。有時即係不如與其每次見面都嗌交嘅時候，不如 collective 你主動去行出嗰步，係以一個平靜嘅情緒，以一個平靜嘅情緒咯，去同對方去溝通，講出自己最真實內心嘅感受。例如，如果你真係唔中意對方去樣樣去督住你講你嘅缺點嘅時候，我會覺得你不妨以一個平靜嘅情緒去同對方去溝通。係有例如就係我知道我有啲咩不足嘅地方，但係如果你次次咁樣去督住我個點嚟講，我會感覺到唔舒服。不如你試下以一個其他嘅方式去咁樣去指出我嘅不是。我覺得不妨試下咁樣講。每一段關係我都覺得係需要嘅咯。所以今日collective define 俾你嘅建議就係、學到點樣去療癒自己先咧，輕鬆咁樣去面對你哋兩個之間嘅關係。所謂輕鬆面對你哋兩個之間嘅關係嘅時候，唔好覺得對方樣樣嘢做所有嘢都係硬你眼先啦。正如你覺得對方硬你眼嘅時候，人哋都覺得你做嘅嘢都硬眼嘅。咁如果你真係了解到呢一點嘅時候，咁就係當你哋相處嘅時候，不妨真係試下輕鬆啲去面對對方嘅不足之處，因為可能當你願意輕鬆咁樣去面對對方嘅缺點嘅時候，對方同樣地接收到你呢個能量嘅時候，對方亦都學到咁樣做去對待你。OK， 所以 Divine 希望 collective 你能夠換位思考，多啲企喺對方嘅角度去睇你哋兩個之間嘅關係。而另一方面就係Twin Flame 嘅路唔容易行，會遇到好多嘅迷惘啦，因為就係你嘅缺點，對方都有啊嘛。所以就係如果你真係希望呢段關係能夠長遠咁走落去嘅時候，要無時無刻去檢討、去內省自己。當你去呢段關係去相處嘅時候，永遠唔係淨係對方嘅錯誤，唔係對方嘅問題。正如我頭先所講 Twin Flame。你嘅缺點對方都有，就係當你怪責人哋嘅時候，你真係要諗下你自己係咪冇呢一個問題，你先至好怪責對方。所以就係當然最好嘅相處方式就係大家都有自覺地覺得自己有啲咩地方做得唔好，大家都知道原來我都有不足之處。呢個當然係最完美嘅磨合嘅相處模式咯。但係最首先嘅就係你對於 collective 你嚟講，就係你能唔能夠真係發現到對方講出你不是之處嘅時候，你係咪真係覺得係咪真係你自己真係有問題先？因為如果連你自己你都覺得係當然首要嘅就係其實譬如可能係你做嘢真係有一啲缺點，而你自己都唔自覺嘅時候，所以當對方一話你嘅時候，就點解你有嗰種唔瞓巢嘅感覺喺度？所以就係 Divine 希望 collective 你能夠學懂點樣去反省，
點樣去多啲思考一下自己有時係咪真係講啲説話會傷害到對方咧？又或者你一啲嘅行為啊，一啲思考模式係往往就係你自覺係冇問題之下，而對方真係覺得難受嘅時候，而你自己真係不自知。調翻係希望 collective 你能夠明白到呢一個嘅事情。而另一方面就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喺每一段關係入邊，唔單止係 twin flame，每一個人嘅能量都係最特別嘅。所以就係現階段，其實你最需要去專注翻喺自己嗰度先，要學懂點樣去療愈自己。因為可能就係當你學懂喺呢個療愈嘅過程裏邊，你學懂點樣去愛自己、療愈自己、滿足自己內在嘅 Ace of Cup 嘅時候，你先知，你可能對於你嚟講，你先至真正了解到咩叫真係愛咯。因為喺每一段關係入邊都好，如果連你自己都唔愛自己嘅時候，你點樣去表達到俾對方聽點樣去愛你？正如可能當你哋每一次見面嘅時候，你哋都係嗌交收場嘅時候，又或者可能對方感覺到你係為咗一啲嘅唔想應該點樣形容咧？唔想攬起一啲責任或者推卸責任嘅時候，如果你係永遠用一個抵抗嘅方法去面對呢方面嘅問題嘅時候，久而久之，對方都會感覺到你唔係一個願意負責任嘅人。所以就係 define 點解希望 collective 你能夠真係學懂點樣去療愈自己，好好去滿足自己內在嘅 Ace of Cup 嘅原因。我感覺到亦都會係呢個原因係最大，因為就係當collective define 希望你明白就係喺你呢個療愈嘅過程入邊嘅時候，對於你嚟講，你會更加知道自己有啲咩不足之處，你有啲咩地方需要改變。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係咪每一次當你哋相處嘅時候，為咗面子，為咗個尊嚴，而為咗贏一場交易，講一啲會傷害對方嘅説話，令到呢段關係更加無法咁翻轉頭。但係最重要嘅，我會感覺到，因為呢段感情或者呢個人喺你內心深處，你係感覺到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你係可能連你自己你都唔明白地點解好多時候你可能你會埋怨呢個人啊，或者可能你口口聲聲話你討厭呢個人嘅時候，但係呢個人仍然喺你內心深處佔咗一個咁深刻嘅地位。因為 Twin Flame 係比任何嘅一段關係會嚟得更加多嘅考驗，多嘅困難，因為你面對嘅係一個同樣係你自己。OK，see you next time，bye。